讲到的题目是，也是阮毋捌别人。杨姐平安。平安。照咱的全教会读经的这个进度，咱到后礼拜二马太福音咱就去读了。所以牧师今早起的讲到，咱要针对马太福音中间的另外一段不加特殊的一段啊，咱要来看讲，伫咱基督徒的信仰中间，带互咱真侪无共款的一个反省，甲一种的激励。今早起咱要看一段马太福音的11章的这段的圣经节。你甲咱提起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是以色列历史的中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，毋是咱安尼讲的，是耶稣特别有3摆来肯定、来学乐这位上帝所欢喜、上帝所垂肯的这位老婆。这个人，伊还未出世，伫老母的腹肚内就已经性情充满，所以咱讲。这个婴仔是一个受祝福的婴仔，伊老爸、老母拢是祭司的后裔，所以细汉的时阵就熟读圣经，所以应该讲，若照今仔日咱的角度来看，伊应该是一个模范主日的学生，应该圣经嘛是人背。常常甲伊的时段伫圣殿中间出入，伊嘛经验到迄个敬拜的意义，甲敬拜的经验嘛非常丰富。后来，伊大汉了后，有机会，伊就是旷野沙漠迄个所在，伫遐来做服侍。常常伫迄个旷野服侍中间，伊食草莓、蜜，穿迄动物的兽皮的衣衫，看起来敢若是毋是介正式的迄种工作的人。总是咱看见讲，伊伫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已经咧备办。照圣经讲的，伊还未出世，是去用预言的。预言讲有一个安尼人要来出世，然后伊的名嘛毋是伊老爸老母的，是天使甲伊宣布的，讲你着爱有这个名。咱看讲，敢有即种人安尼，还未出世就已经好亲像上帝已经定着安尼的人，已经备办好啊。然后伊细汉的环境，宗教教育，一直到大汉了后，备办了后，到伫一个真特别的环境，就是伫沙漠旷野的所在来备办要做宣告福音的工作。然后伫遐共介绍耶稣基督要来啊，恁着备办心迄个情景。耶稣特别来讲起即个人，讲即个人是伫历史的中间，任何一个负责人所生的人，袂阁比伊阁较伟大。那照咱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圣经11章来中间，牧师讲安尼头前做介绍了，你敢知影这个人是啥物人？啊？啊，到咱所读的11章的第20开始，你就看到这个人的名。行洗礼约翰，约翰伫圣经的中间，伊是菜市仔名，种，足一种，足一约翰的。总是咱的圣经为着区别。互人知影，即个是甲其他的人无共款，即个种是甲普通的种无共款，即个是行洗礼约翰，所以圣经拢会特别标明，行洗礼约翰甲其他的约翰是无共人。咱今仔日所要看即个人是行洗礼约翰，所以咱看见伊的身世是真无共款，伊的成长的过程嘛真无共款，伊的宗教教育受栽培嘛真无共款，上帝用伊的确有无共款的关系，所以耶稣。伫公开场所，伫历史的中间，伫圣经中间，互咱看见一个事。伫咱今仔所读11章的第90节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有一人所生中会有兴起，较大伫行洗礼约翰。你看耶稣偌注重行洗礼约翰，表示行洗礼约翰伫伊所做的这个顶面的事工，是一个非常要紧，是真好，为耶稣开路，真做。伊来到这个世界上介大的目的，伊活着上介大目的，就是介绍耶稣。以色列历史的中间有真侪先知，行洗礼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，最后一个先知来到新约。前个先知拢咧宣告一项事，迄个比赛啊，主耶稣比赛啊，要来啊，要来啊，要来啊，迄个要来啊，无偌久要来啊，就是还袂来。讲真久拢也捌来，总是行洗礼约翰这个先知是最后一个先知，伊甲别个先知信息无共款。这个先知讲，你来啊，
伊来啊！这个比赛已经来，较早先知道讲有一个先知要来哦，恁着爱准备心哦，要来。总是约翰伊讲已经来啊！看上帝又搁除去世间人的罪，这就是今日约翰的信息。伊讲已经来啊，咱已经准备好啊，咱着爱伫迄个所在接受悔改。所以咱看起讲约翰，伊咧做介绍耶稣，伊咧做这个神圣的宣布，伊的一生的中间。互真侪以色列百姓所期待，即上帝所找来即个比赛啊，已经来到因的中间，已经准备好啊。人免搁伫遐憔悴啊，只要欢喜接受，伫迄个所在，伊就会当得到即个真大的好消息伫因的中间，生命中间咧得到遮尔大稳定甲同在。安尼，即个人，伊是一个模范的主义的学生，标准的青少年，伊若来选中进，应该信仰也无啥物差错。安尼，即个人，咱讲，伫圣经今仔咱所看的即个圣经章，我用即个中文的地方，就是咱今仔日的圣经的第3节的后壁有一句，啊是阮着毋人别人啊，啊是阮着毋人别人啊。遮尔标准、遮尔敬虔上帝所找拣的人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伊竟然甲伊的学生，假设你讲伊嘛学生啊，伊嘛是，伊甲伊的学生。伊甲伊讲，你去问耶稣，去问耶稣，讲到底，这个耶稣是毋是我所咧想迄个比赛啊？已经来啊！也是搁有另外一个，你看真矛盾吼。照看这个人是一个信仰真好的人，你若嘛真坚定认耶稣基督做比赛啊，这个是无问题的代志。总是伊啊，找拣伊学生去问耶稣，讲所要来的是你嘛？啊，是阮着毋茫别人啊？也是阮着毋茫别人啊？是啥物款的环境、背景、因素、动机，促成遮尔坚定信仰的这个人，好亲像伫伊的心内起一种的犹豫，一种疑问，对耶稣基督一种疑问。兄弟姊妹，你甲咱也有安尼信仰过？咱信主久久的人，咱嘛可能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伫圣经的中间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有当时啊，你嘛有真侪犹豫。毋是讲信仰真坚定的人就绝对无犹豫，但是你安，伊就拄着这个代志。你我相信，咱嘛有这个犹豫过。到底啥物因素？咱要来讲，到底啥物因素来促成这段？好，行说的约翰，就爱找人去问耶稣，甲耶稣纠正。所以咱看见后壁第4节以后。讲耶稣应讲，恁着去将你所听见、所看见，甲约翰讲，对不对？后壁遮就讲耶稣所行遮神迹、遮事。所以，伊有找人去问耶稣，耶稣嘛甲先讲，你等于甲约翰讲，我是基督。你即摆即个背景是安尼生？原来大希律王又生3个囝，拢是王，其中一个王叫做希律安提帕。这个君王，希律安提帕这个君王有一摆机会到罗马去探视伊的兄哥腓力王，去探视伊的兄哥的迄个过程中间，才诱拐伊的阿嫂希罗底，诱拐伊的阿嫂了后，带伊的阿嫂来做某。这件代志，行说的约翰知影了，真生气，感觉做一个君王的人，哪会使安尼生？所以伫公开的场所中间来指责。这个希律安提帕君王，甲伊讲足不应该。伊做一个王的人，伊只啊诱拐你的阿嫂，带伊的阿嫂来做某，即指责这个代志了后，互这个暴君啊，安提帕是一个脾气无好的一个君王，所以真无欢喜了，就甲行说的约翰来抓起，关伊入监。啊，关伊啥物所在的监呢？关伫死海山边，我伫死海山边。迄个旷野山边的一个真孤单的一个监狱内底，咱知影讲，行说的约翰，伊出来开始准备要传福音，要介绍耶稣基督的时阵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伫旷野，食草莓、食蜜，这对伊来讲哪有啥物？旷野生活对伊来讲无啥物，总是伊会惯死迄款旷野生活，拄着人就共讲遮个代志，拄着人就共宣告即件代志。迄是一个真自由的，总是去互关落伫迄个旷野山边的一个监狱中间，关伫遐尼无自由内底。
然后想讲，到底耶稣有看重喜啊无？因为主做遐尼济要紧的工，结果用怪伫迄个工路中间。耶稣无来甲讨伐，耶稣无来甲解去，想法嘛真稳准。相时呢，假设你约翰伊有对弥赛亚的观念，佫有淡薄仔曲解。伊除了感觉讲，迄个耶稣基督是一个弥赛亚来了，是用一个听，佫用一个火要甲人行洗礼。相时伊佫期待讲，耶稣来就是真做弥赛亚，耶稣来会当甲将迄个罗马帝国所管理的整个遮个政权，拢甲伊扯倒，互以色列百姓会当受讨伐。大家人拢无受罗马帝国管理的时阵，大家就会当真自由来敬拜主。假设约翰佫有比弥赛亚有即个观念，所以当耶稣来到伫因的中间的时阵，伊咧共介绍时，伊嘛充满即种的期待。安尼即种的忠实的人，迄个教义的态度，是因为对伊受关卡中间开始产生。安尼姊妹，头拄咱就讲过了，一个信主的人，伊无可能一世人中间对咱的信仰、对圣经、对你的人生生活无有交易、无有疑问、无人有即种情景。加减大细，拢有即种交易。你并无孤单，伫咱的教会历史的中间，咱看见讲有真侪人安尼，经过即种的交易，经过即种的疑问了，伊伫迄个所在探讨，知影即个过程，然后去交主。西边的作者捌交易过上帝，惊洗礼约翰捌交易过上帝。有真侪历史的顶面，上帝所用的近代的这基督徒神学家，有真侪人拢交易过上帝。所以，咱有安尼交易过，这是真正常的经验。总是人要讲，到底迄个交易是好啊歹？交易会当帮咱了无？这历史上上帝所重用为这个人，因的交易结果会当帮咱因了无？交易会当互咱重新来思考，到底是安怎有即个情景？是我毋对，还是圣经毋对？是我毋对，还是上帝毋对？是我毋对，还是环境毋对？是我毋对，还是我的思考甲上帝迄个旨意有真侪落差？到底是倒位问题？所以，咱咧讲交易会当互咱有一个正面的思考，咧做反省，然后迄个反省会当互咱进步，信仰的进步，然后伫迄个过程中间跳脱出来，互咱的信仰会当更较深入。反正咱的信仰是真平的所在，从来毋捌交易过，毋捌去想过这个问题，总是迄个交易互咱想较深的问题。当咱想开了、看了、了解了，咱就知迄个信仰意味搁加一个甲上帝搁较深的关联内底。有基本，有当时也是要将咱心中迄个信心的一间小厝，甲伊拆掉，咱要搁建起一间信心的大楼。所以交易有当时也有这个功能。所以咱毋是安尼讲，咱要讲，咱交易来源是对倒来？有真侪交易来源是对咱的生活环境中间迄个不满甲失望来。我毋知咱对咱台湾最近的情景，无论是政治，无论是治安，无论是经济，无论是百姓的生活，无论是整个风台水灾来的环境，你的看法安怎？你咱对咱的国家大到这个程度？小到你的社区淹大水，真歹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你感觉你对你的环境有管理了？还是你对你的环境嘛真失望？到底有这个代志？这个代志拢无法度处理。咱你国家遮尔大，是咧保守咱、咧引带咱、照顾咱，不过这个问题嘛无法度解决。无论是伫制度顶面，无论是伫福利的顶面，无论是徛起的安全的顶面，你会感觉讲太安尼生。到底是安怎问题出伫倒位啊？啊，我嘛是真尽忠做一个好的百姓，不过这个事就一直发生，水来土流去，人的生活无法度兼顾，性命无去，厝拢无去。你会伫迄个所在交易，到底性命意义伫倒位啊？咱活着的目标伫倒位？伫咱的大环境的中间，互你失望的时阵，互你不满的时阵，你就开始交易。到底有上帝啊无？假使若有上帝，你用阮这个事发生吗？一个淹大水，偌济人的车拢淹去啊，嘛有人损失性命。到底有上帝无？上帝你伫倒位啊？当咱对整个大环境底下有失望感、不满的时阵，你就开始看见，你有真侪疑问，你的问题就产生。
迄个问题就冲击你的信仰。另外一种，迄个妖气的来源就是，当你的美梦破碎时，你的美梦破碎，咱拢有美梦，咱拢会做一个梦，迄个梦就是你已经足周全的计划，已经想好啊，要甲完成啊，结果破碎。毋知啥物原因，你想讲到底是安怎？上帝甲你有存在啊无？我用足侪心血、时间、金钱准备啊，结果嘛是安尼无去。安尼上帝，你敢有看过我？若有诶时阵，你有存在时，你应该袂用阮遮个事发生。你阮嘛安尼来。当咱对美梦破碎诶时阵，惊说咧约翰有一种美梦，对弥赛亚有一种诶美梦，总是美梦破碎。伊讲遐济，为着耶稣做遮一铺路工作，去用掠去关伫监监中间，耶稣也无来甲拯救。有真济美梦伫迄个所在受到挑战。伊嘛期待讲上帝，当亲像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降一个大火，甲迄个希律安提帕王甲伊烧落死，遐部分人拢甲烧落死，还上好。罗马帝国拢无伫遮，以色列百姓就会当真自由啊！伊哪有即个观念？我是耶稣无做遮个代志，伊伫监狱中间有听见学生甲伊讲，耶稣哦，拢用迄个听，共帮赞，共教示，互足侪人伫遐得到救，所以侪人跟缀伊个脚步。伊想讲，安尼敢对？这个比赛来应该是嘛爱有审判啊，有血审判啊，他也是安尼生，所以有照要义，所以伫遐叫伊学生去问耶稣，到底你是毋是迄个要来？是真嘛？是阮就是期待别人。若是你毋是真诶，我就期待别人。另外一个比赛来到伫阮诶中间，咱看去行说咧，约翰是遮尔直的一个个性。伊嘛毋惊耶稣甲伊笑，做遐尼济真好诶宣传，伫耶稣诶面前做遮个事，总是当伊拄到遮个困境诶时阵，伊有交伊产生，找人伫迄个所在要求着答案。因姊妹咱无掠做好笑，因咱有可能咱诶信仰中间，咱嘛是一家行说咧约翰共款诶经历，是咱甲伊诶经历可能无啥共款，程度无啥共款，深浅也无啥共。总是你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你的态度是啥物？将你的信仰甲伊放松啊，伊也是卖插伊。咱要对行说咧约翰的心情，咱就学习几个功课。伊行说咧约翰的心情，第一人看见讲行说咧约翰，伊真正是还未完全明白咱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所要做遮代志，伊真正无完全明白。咱讲，伊对弥赛亚有淡薄仔曲解。迄个直情真了紧真好，甲大家讲起遮个事。总是伊有淡薄仔曲解，但是即摆你捌家己搭你的心肝头伫遐问看下，你对主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了解啊无？你若对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了解吼，咱的耶稣就毋是真正耶稣。你对咱的上帝若有完全的了解吼，咱的上帝就毋是真实的上帝。上帝伫圣经内面讲，伊的道路原为咱的道路。伊的智慧超越咱的智慧，伊毋是干那咱台湾人的上帝，伊是全亚洲的人基督徒的上帝，伊是全欧洲人、美洲、所有非洲、全世界所有人，去若信靠伊的人的上帝，伊毋是干那想你一件你即个人的代志，伊来接你真侪项的事项。因姊妹，咱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讲，惊说咧约翰伊无够完全了解弥赛亚耶稣，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。即便有即个交期，有疑问伫伊的心中，总是有一件事真要紧的，咱需要学习，亲像约翰同款，有交期，总是伊伫迄个所在还阁相信耶稣。你有交期，你阁相信耶稣啊？基本上这无矛盾。因为迄个交期，敢若亲像一个结还未透开，总是伊愿意当相信耶稣，因知影耶稣就是主，耶稣是主。第二项，咱看去讲，伊心中有交期，总是呢。伊愿献身伫咧宣扬耶稣基督，要诚做弥赛亚即个工作的顶面，伊愿无伫遐软落，伫遐退步，伊愿继续去做这个工作。伫遐甲讲，即个弥赛亚来到伫人中间，然后伊继续宣扬即个代志，无因为安尼放弃即个福音的行动。第三，伊无明白，无完全了解、彻底知上帝是一个啥物款的上帝。
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伊真积极去找答案，找答案。一个诚实的一个交易者，伊是会去找迄个答案。到底即个问题伫倒位啊？圣经拍开了，袂当了解上帝即个应允甲旨意，你去找答案。你会当伫圣经的无共款的所在去找答案，然后去接近上帝的心意，去偷迄个解。约翰是做即个工作的，伊去找迄个答案。第四项，咱看去讲，约翰伫即个所在所做的，无因为心中的迄个交易，将伊心中的迄个信心完全拢甲伊拍碎。有人有交易了，伊讲安尼我就要信主啊，哪有需要信主？即个主甲我所相信的差足多，约翰无做即个代志。伊知影讲，伊心中有一个对上帝迄个信靠信心袂当无去，了伊呢爱去解决，所以了伊无主动伊进前去了解主，了伊无甲伊心中迄个信心的基础啦，甲伊拍。这是咱对约翰的心情，咱搁看起另外一个无共款的经过。约翰伊相信圣经，总是伊伫迄个过程中间，嘛期待真正的比赛来。卡斯这位人是真正比赛啊！圣经底下讲，啊是我搁期待啊，意思是啥物？卡斯耶稣，你若是真正的比赛啊，我搁找另外一个，一定有一个是真的，我搁找，我无放弃，我要听后讲真正的比赛啊，伫我的面前。这是约翰伫信仰的顶面的坚持。我想这嘛，请做咱一个真大学习。因为今晚你有相信圣经了？咱对6月初一开始从9月咧读圣经，马太福音中间你一定拄着真侪问题，你可能无法度去理解。你有相信圣经吗？你无理解，你有相信咱的主已经来，有一天伊嘛要过来。第三部分咱要讲，行说约翰，互咱伫遮学习到另外一个第一信心的功课，就是咱对咱的耶稣基督。迄个无明白、无彻底的了解，总是无用安尼，真侪咱的见笑甲惊。有当时咱会讲，我有即个疑问，无人讲足见笑。但是你约翰无用安尼，感觉见笑，伊要去纠正。因只问咱伫信仰顶面有即个交易，咱无用安尼来行，嘛无用安尼来见笑。实际上，咱搁较来肯定一件事。伊基督拯救咱迄个救恩的顶面，甲伊的关系顶面，即件事你要肯定，即件事你绝对要肯定。其他的事你会当慢慢去瞧切，去探讨。第四部分咱讲，行说咧约翰努力要敲找迄个比赛啊，无失志的心，无失志的心，然后伫迄个所在继续付出。今日住伫台湾即个土地顶面，咱感觉每一摆暑假。有真侪风灾，有真侪水灾，咱嘛是学着了解上帝是安怎互台湾人受遮尔侪苦楚。就是水灾佮风灾，当然是一个真危险的情景。到底耶稣啥物时要来？咱的圣经甲咱讲，迄个主会过来。到底主啥物时要过来？主来来，遮个问题就拢解决啦。因为地面上遮一切就要结束，咱要到伫上帝迄个所在。主拢还未来，你相信主要来哦？但是啥物事要来？咱无伫信仰的顶面来交易咱的主，知影主有一天会过来。总是伫地面上，咱来面对着咱的环境所带互咱，迄个人的自私需要，人的无公义所产生的遐济侪问题，咱依然继续伫这个所在爱来面对，无用安尼来交易咱的主，交易咱的主。第二项来看去讲，约翰关伫迄家路中间，受到真大的困迫，受到真大的折磨。迄个交易过程中间，伊嘛想讲，是安怎我为主做遐尔济工作，我好伫苦，还叫我关伫即个所在，关伫家务的所在。咱姊妹，你若想过讲，你有受到即个艰难困苦，你有受到即个苦境，你袂当了解迄个原因，总是你会当祈祷伫主的面前，你会当嘛继续伫遐读圣经，然后伫迄个所在领受更较亲近耶稣基督，互基督嘛伫迄个时阵来了解你。佮甲你三角同在，去感受着你伫艰苦困境、袂当理解整个在造物的过程中间，你有办会当伫去了伫上帝。假设你约翰，互咱看起讲，伊的心内有一种的信靠，一个信靠无因为伊的软弱软正，
就将信号来刷开。有当时啊，试炼往往要诚做咱信心的一种啊，地方，即种的挑战的功课。想到行说咧约翰，你阁有想到咱的圣经中间阁有啥物款的人？你有想到伫路顶树骹求上帝互伊死的迄个先知以利亚无？你敢有想到迄个无声有胆，会讲白贼来骗埃及法老王的后壁来汉了？你敢捌想过迄个自我形象介低，家己拢无一点仔安全感迄个基点了无？你敢有想到迄个脾气介歹、意气用事、捌出手拍死人迄个摩西啊？遮个人拢是上帝捌用过人，总是伫迄个软正行起来过程中间，是因为靠着上帝恩典，上帝伫伊个身上来成就着因家己，然后甲上帝的计划。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，无咱看见讲。假使咧约翰你的软者伫圣经的中间，家记一遍，大家讲安尼敢好？即个人为主做汉者，讲圣经竟然安尼家记一遍。华理克博士伫伊的册中间，捌安尼讲，讲基督迄个征战心中的迄个痛苦的经验，会当帮助真济还未得救的人。华理克博士咧提醒这项事，咱有真济时，咱基督徒敢讲，我痛苦的经验都已经足痛苦啊！痛苦的经验会当帮助什么人？摩西有痛苦的经验无？有啊。阿伯罕有痛苦的经验有啊。行说约翰有痛苦的经验有啊。基甸有痛苦的经验有啊。拢是伫迄个周途过程的中间，看见家己拢无够赢，家己有敢互上帝用，然后伫迄个所在拜托上帝，拒绝上帝，上帝硬硬扭来要甲用。但只要咱有家己咱。信主的过程中间，迄种痛苦的经验、失败的经验、挣扎的经验，总是华理克博士讲，当你将即个经验甲人讲的时阵，甲人分享的时阵，有真一人安尼来感动，因为迄个人嘛毋是完全的人，听你分享的人，伊嘛毋是完全的人，总是听你安尼分享了，伊会得到真大激励。你若捌受过即款的打击，你若捌受过即种的苦楚，你就会当安尼靠上帝稳定行过来，我嘛会当，我嘛会当。台湾迄个功课中间，无一定爱硬干，叫人爱背迄个事例，耶稣听你，总是你甲人分享即个经验的见证，你会当帮助真济人。华理克博士特别爱强调即件代志，所以若是安尼，是咱讲，约翰伫伊的信仰中间，上帝互伊显露伫所有以后看即本圣经的人中间看到人，嘛会当得到帮助。行说你约翰是遮尔坚定信仰的人，伊嘛要安尼行。哦，我安尼摇伊，毋是毋好。总是我伫即个顶面，我也是行说约翰，我毋是干听伫遐讲，感谢主，我有摇伊安尼是好代志，毋是干听伫遮，是停留伫讲，我对行说约翰伫摇伊的过程中间，我是毋是会当学到啥物物件，会当帮助我？主要说是安怎遐尼看重行说约翰，伫人的面前来学了讲，妇人人所生的无人会当讲赢过行说约翰。这是足大的上界阴光的一种的恶乐甲肯定。耶稣安尼甲行说的约翰来讲，主耶稣伫约翰福音书的第5章的35节，安尼佫甲行说的约翰讲约翰就是灯，点到月光。约翰是灯，点到月光，毋是干点到，是月光哦。弟兄姊妹，约翰毋是光，会记哩？约翰是油灯啊，迄个光才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咱是灯。啊，今仔日咱来了解，古早的灯是爱浸伫迄个油内底，油芯浸伫迄油内底，然后才点到。今仔日咱的灯是安点，今仔日咱的灯吼是爱插电，对不对？你若去迄个十尾仔店买一个灯具吼，放伫遐，迄拢仔佫毋是灯，迄拢仔佫是一个灯区尔。爱买倒来恁兜插咧电顶面，才当成做灯。是安怎？因有电，伊才当发光。若电甲扭掉，伊就是灯区安尼。咱就是灯区，
圣经耶稣咧伫约翰福音的这段圣经咧讲起这件事是一个足简单的，足是嘛是真深奥的一件事。讲约翰是点到个光，基督是真做约翰的光。伊个迄个灯区的顶面，伊伫遐一直光，一直烧。约翰伫遐一直烧，甲伊的灯芯一直无去，到最后拢化去。上帝用咱伫即个世间，咱嘛是真做，好亲像烧咱家己，咱是一个灯区，是通过咱伫迄个所在，互人知影，咱的心上有基督会光伫咱的心上。咱才会当做者。若无的时阵，咱不过是一个无插电的电库安尼尔。基督爱伫咱的心上。行这个约翰，你行过伊生，完成伊新要紧的使命。因只有咱伫这个地面上，咱工作，咱做上帝行基督，咱嘛是一个电库，咱需要基督伫咱的心上，然后咱才会当发光。上帝用迄个恩典来点到咱每一个信主的兄姊妹，亲像行这个约翰一般。咱在当下做互上帝欢喜，然后讲照明伫黑暗中间通空气，迄个基督嘛伫咱的心上，基督嘛会当伫咱的心上。原来对行这个约翰的心上，咱看见即种的信心，嘛搁一摆肯定咱。咱有做有对代志的时阵，咱有失志的时阵，咱有骄傲的时阵，总是咱对行这个约翰看见，这个拢是要帮助咱更较深入，甲吼咱甲上帝关系建立更较深、更较水。迄种群体的关系，反倒等透过即个交易，健康的交易、正确的交易，然后一摆坚定咱的心，当心嘛通来记得。全能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，主你伫即个世间的中间，你为我安排是超过阮所想象的旨意。看见大山的中间有山谷、有溪流，毋是伫台湾即个所在，是全世界所在拢有。看见伫每一个国度的中间，伊拢安排无共款的民族，因伫遐敬拜主，照上帝你的心意伫遐生活。有当时啊，迄边落雨，即边出日头，即边出风台，迄边好天。上帝，你毋是单照顾台湾即个土地百姓，全世界所有的宇宙万有理，拢是你掌管的。总是阮有当时啊，袂了解上帝你的心意，因为主你是一个遮尔奥妙丰富、深到极其奥妙的地步，阮就无法度透彻。总是你互阮会当有一个信靠的心。当阮咧交易，阮所做的即个工作，当阮咧交易，阮所信的即个主的对象的时阵，阮的信心坚固程度，受到阮的生活环境伫遐影响甲摇摆的时阵，主，阮原来亲像行说约翰，以阮深信伫遐去掉的主，然后一步一步去探其原因，然后分地主你无哩，有一天阮就将迄个交易甲偷开，看见主伫阮的中间，真侪阮上界大迄个答案。主感谢你，互阮对圣经的中间看见即个积极的一面。主，阮的全教会伫6月份开始已经咧读2年读一遍圣经的即个运动内底。主，阮嘛期待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读圣经的运动中间来看见，阮要安怎了解上帝你的话语。就是无了解的部分，阮暂时放伫祈祷的中间。有一天上帝你甲阮启明，阮伫了解遐个圣经的部分，阮就伫遐欢喜来接受，诚助阮的激励，诚助阮的认识，诚助阮的帮助，诚助阮的快乐。感谢主，互阮伫风台过了，伫即个所在，伊愿会当来敬拜落你。主，我求你亲自来纪念甲保守遐受灾伫遐人，会当知影因的心肝的艰难困苦，讲袂出的吐气。财产的损失，性命的无去，总是求主你怜悯这个土地。阮知影，这个暑假还阁真长，也阁有侪风台，有可能会经过台湾这个土地。阮爱甲风台做朋友，阮需要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抓主你甲阮三角同在，看主你是阮上界大的瓦靠，全然伫主你内面做好这种的陪伴，亲像好亲像，阮要行前有一天主你的审判要来到伫阮的中间的时阵。阮伫即个时阵，阮就来做好阮的陪伴。阮基督徒的信仰做好陪伴的时阵，主你来的时阵，要甲阮做审判的时，阮就会当安然欢喜来面对主你的审判，阮就无惊吓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对圣经的中间，阮知影，迄个不管是咧做准备的工作，就是阮基督徒一世人上深的功课。愿你帮助阮为圣经得到奥妙的帮助。献上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求。